你有幾耐冇好好咁理過自己嘅身體同埋心靈嘅健康呢？早排就收到邀請嚟體驗一下蘇師傅獨創嘅蘇式物理刮痧。本來咧都係一心諗住嚟放鬆下啲因為打波同埋做 gym 搞到好緊嘅筋膜同埋肌肉啦。但係刮落先知咧，原來自己最差係個脾胃啊！等我咧仲因為自己冇乜胃痛或者肚痛啦，以為自己個脾胃好健康。刮痧咧我就未試過，但係蘇師傅嘅禪刮術咧我就真係第一次體驗啦。以前喺屋企咧俾魏 Sir 老母刮嘅時候咧，成日都覺得要起勢咁刮到起晒痧先叫排到毒啦。但係蘇師傅話我知咧，其實要有傷先會起痧㗎。傷咧其實有分3種，第一種咧就係 physically 整親，即係可能係你做運動嘅損傷啦，或者日常活動嘅整親。第二就係慢性勞損，即係其實可能咧你已經傷咗，但係而家自己仲未知嘅。第三種咧就係 mentally 受傷，小至壓力大、失眠，大至情緒問題。基本上咧要有呢啲問題咧先會刮到起痧㗎。硬刮到起晒痧咁咧，反而其實咧係傷皮膚㗎。蘇師傅幫你用禪刮術刮完之後咧，你個身體就會成為咗一幅專屬嘅沙圖。而沙圖咧就係好反映到你當下嘅身心狀況。蘇師傅咧嗰日無啦啦刮下就同我講：你係咪成日都好多嘢諗？嗰刻咧 even 都我係刮緊痧，但我個腦咧係排緊新年要出 content 嗰個 schedule。唉，特別係呢啲咧，我哋要自己 manage 自己工作個行業咧，係真係會忙到唔識停。蘇師傅嘅刮痧療程其實唔係只限喺嗰30到120分鐘，除咗刮完之後會幫你解讀你嘅沙圖啦。大家只要咧喺之後嗰2日 update 退沙圖俾師傅咧，佢就會根據你嘅身心狀況推薦翻相應嘅養生 tips 俾大家。我坦白講咧，當然蘇師傅都唔係神醫啦，即係冇可能話咧啲傷刮完一次咧就會即刻好翻晒噶嘛。咁但係咧呢一次咧絕對係令到我可以放鬆落嚟嘅一個好機會啊！如果大家都想體驗下蘇師傅嘅蘇式物理刮痧，喺下邊留言刮痧。魏 Sir 就會 DM 蘇師傅嘅 details 同埋專屬嘅優惠俾你㗎啦。